昨暝打电话甲田总督直接约今日要起摆放议。下晡1点钟到甲泸州检入2位到有指西歪石。即阵因为落西南雨，车路非常歹行，总督府出场所阁刷起别位，所以找足久拢找无。当北港神盾地，煞拄着总督府职员去驱治，故伊带路接到新听社。这件事真由老是最近新起的，伫帝国医院的边仔，用西边道骑小卡活下去做咧。伫即附近算是一座大厦门啦。3人来到这厅，随照过口团上名片，无偌久就来讲总督有请。阮随对伊上2楼会客厝相等。看到油条顶所用的茶帮，拢是阿里山的花针。9点以上会得看到上美产物，实在点点生情，因此无限量的感慨。当要坐落来，所员阁来讲要见人啊，自然的就入去总督房间。电南就见面了，好礼非常。阁下即站拢好吗？但恁福气，恁拢好吗？即几日因为议会的代志伤无闲，所以我专工约面即个时阵，毋知影有啥物贵事。那么哪肯分皇帝？阮先为自州军人讲，台湾杂志发现以来，虽受种种困难，加在各方面头尾援助，阁下阁有了解。到今日已经3、4年啊，但是本杂志的内容过外是好文，总正袂互全部同胞满足。要启发台湾的文化，利用上正路的方法袂用得，所以打算4月一直要发现一种白话的汉文报。今日特来领导，毋知影阁下有啥物高见？若要普及知识、启发文化，实在真好。我现时也要上海厦门各地中国的新闻报纸，看因近来的论述拢用白话，算是较大有进步啊。阁下的话无对，阮的目的也要有因的办法。除了万不得已的，拢爱采用官话式的白文，用较有趣味、有经济的技术来启发读者。要启发民智，用这种方法真正袂歹。早前我捌甲台湾的汉学者讲，因为着啥物因故毋用像中国即马流行的白话呢？因应讲，中国因为土地上大，各有各的上因，所以因写的阮也看无，阮写的因也学捌，这的话拢嘛有理。我平时上爱看水滸传，像即款的白话，我拢看有，但是若大土音，我就无法度啊。是，总讲一句，互台湾大多数的同胞若会当看有，都是达到阮的目的啦。因为编辑同仁的关系，打算先伫当地发行，然后阁想办法。恁若要伫台湾发行，摕到当局许可，迄时才阁来参详一下。若是伫东京发行，送到台湾发地，干那请当局检阅验验，本地无啥问题。若准恁有闲，会使甲读库张歌甲做出美参赞讲一声嘛好。记者甲总督讲话用约1点外钟，抢正议会有代志，过着总督宝贵的时间，两大阁坐，马上就告别出来。陈南石是日本政界罕得的汉学家，对东洋文化真有研究，阁捌白话文，像看中国报，所以阮的计划伊也真赞成。当即马过渡时代的台湾，当着这位有理解的总督，甲进前几人比较起来，算是头一个好总督啦。